單價1萬零幾，1萬1都唔使啊，不分樓層任揀啊！華景苑博愛7路開發區國有資產5號樓啊，全部都係望翻高爾夫球徑噶，樓下係別墅，東南向，視野採光景觀毫無遮擋。在售戶型方面，146方，南向4房飛機戶型，153方同埋162方，4+1房，南北對流，雙陽台，仲有3個衛生間。覺得大唔緊要，3號樓2梯4戶，在售面積111方，131方，3房2廳2衛啊，而且111方餐廳開間去到3米7，131方都係雙陽台南北對流佈局。你要買個110方嘅，總價110萬出頭，買個最大162方，總價先160到170萬。當然佢冇批啊，但係佢可塑性強啊嘛，一手房源，二手流程，現樓交付，萬科物業，國有資產，產權手續清晰啊，可以按揭都可以存款。住宅睇唔啱，佢哋仲有商鋪，部分商鋪已經開緊添。項目就於博愛7路，36分鐘可以到深圳，去富日城都只不過係10分鐘㗎，有需要嘅啲我。嗱，關注我啦！